小香港張木頭今日介紹俾大家嘅係泰安城嘅一個花園小區電梯3房位置啊。咁啊睇到成個小區係得3棟電梯單位。咁啊而家呢個係我哋中心庭院嚟嘅。咁啊樓齡係2008年嘅一個次新樓啦，相對中心區會新少少。咁而家睇翻呢棟電梯單位3房，87個平方，43.8個，上去睇睇。上到單位咧，就見到我哋大門口呢個裝甲門已經係換咗噶啦，整備齊全。咁呢個單位一個優勢喺邊度呢？電梯樓3房。房間淨87個平方，然後咧缺點喺呢度啦，裝修就唔係會好新啦，啲地板咧就係舊款未換過，咁啊整體電梯單位80零方，3房1衛，整體空間 OK 嘅，公攤唔多，咁啊仲有缺點就係我哋一個地板洗手間同埋我哋廚房空間嘅地板都冇換，咁但係廚房嗰邊呢邊3件套咧已經係整備齊全，換過晒，附帶一個生活露台，採光 OK 嘅。整體一個採光同埋我通風效果都冇問題啊！咁而家總價 total 43.8個，咁啊呢個單位你話拎不入住都 OK， 咁因為就係差個家私家電啊，空調、冰箱直接一個電話幫你送過嚟。咁我哋洗手間空間咧，而家呢個單位仲係有浴缸仲未打㗎，咁啊如果後期睇你個要求入住需求啦。客房呢邊空間咧都 OK， 而家米半床，大飄窗啊都冇遮擋視嘅，房間嘅景觀 OK 就係。主廳露台咧就相對差少少啦，咁我哋呢邊主人房而家2米大床大飄窗，而家總價 total 43.8個，有興趣你哋現場。